歡迎收聽2025年6月3日晚上8點半嘅北愛爾蘭新聞提要，我係阿琪。聽新聞之餘，請記得同我 click， 仲有同我 like， 最後幫手 share 埋，有你嘅幾個動作，就係我哋製作團隊嘅原動力。我會為大家夜晚大約8點半提供大約5分鐘嘅新聞提要，俾大家知道今日發生咗乜嘢事。咁仲要聽埋聽朝早8點嘅詳盡新聞。北愛爾蘭有小學生發起行動，要求學校讓女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穿裙或長褲，指強制穿裙既不公平又阻礙活動。相關議題已提交北愛教育委員會討論。北愛爾蘭一名新手媽媽因產後精神病被送入精神科病房，需與嬰兒分離，形容自己猶如囚犯。有專家指，北愛至今未有母嬰共住病房，嚴重影響婦女康復。北愛5間大學要求學費加價超過1000英鎊，但經濟部長表示學費應該要負擔得起，同時要維持大學財政穩健。有議員促請政府承諾唔加學費，但部長未有明確表態。拖延多年嘅北愛 Bangor 皇后大道海濱發展項目，終於將於本月底動工，預計將興建住宅、酒店、寫字樓及商場等，總投資高達1億4000幾萬英鎊。當地居民對項目進展仍持觀望態度。貝爾法斯特一間幼稚園因爆發大腸桿菌而暫時關閉進行深層清潔。衛生部門正調查事件，並為所有師生檢測感染情況。北愛 Karain 著名 Riverside Theatre 面臨關閉危機，幾十人示威要求保留劇院。校方稱財政壓力大，議會指無力承擔維修及營運費用，雙方正商討解決方案。前新芬黨議員 Michelle Gilden 要被終止合約，坦言感失望，但表示無怨言，仍然支持黨同埋愛爾蘭統一大業，將繼續以不同身份服務社會。北貝爾法斯特一名71歲婦人 Marie Green 於家中身亡，警方以謀殺案調查，並拘捕一名30多歲男子。案件震驚社區。北愛農業部長 Neil 批評外界對減少水污染方案散播錯誤資訊，更譴責針對佢本人及部門官員嘅種族主義和恐同言論，形容言論極之可恥。北愛爾蘭去年錄得歷來最多種族仇恨罪案，絕大部分地區數字上升，貝爾法斯特最嚴重。警方強調會嚴肅處理所有仇恨犯罪，呼籲受害人主動報案。北貝爾法斯特一名男子因為與鄰居倒垃圾時爭執，被控以意圖造成嚴重傷害而用刀刺傷對方，受害人搶撞外露需入院治療，被告否認控罪。案件依家喺高等法院審理中。Newton Abbey Shopping Centre 以5880萬鎊出售予 Harbour Group， 該集團同時擁有 Forest Side 及 Bloomfield 商場。原業主 New River Retail 強調項目現時出租率達 99%。貝爾法斯特 SSE Arena 因消防演習一度疏散，消防處證實只係演習，現場冇危險。愛爾蘭首部美國製火車頭抵達郡唐新館，成為 Dan Patrick 鐵路博物館收藏，運送途中吸引眾多目光。北愛衛生署被揭擾過自家監管機構，委託外部專家調查貝爾法斯特皇家醫院心臟科。報告曝光指單位內部人際關係惡劣，影響病人安全，社會關注公開透明度。最新數據顯示，英國退休人士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開支因能源價格下跌而減少，一人每年約需13400鎊。專家提醒退休規劃需因應生活方式調整。最後，睇埋天氣，資料由愛爾蘭氣象局提供。北愛爾蘭今日下午同今晚天氣清新，有微風，間中有驟雨，亦有陽光短暫出現，吹住和緩至清勁西南至西風，風勢有時較大。天氣預測，今晚部分時間天色清朗，但間中有驟雨，西北部地區嘅雨勢會逐漸轉為持續，最低氣溫介乎5至8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西至西南風。展望聽日間中有陽光，亦會有零星驟雨，最高氣溫大約11至14度，西北部會較涼，吹和緩西風，直至晚上8點，Belfast 錄得12度，濕度54%。今晚新聞提要完畢，聽朝8點再見。